流浪牧师公馆。流浪经过这间水厝，互我感觉孤单搁想厝。我爱恬静、安宁，甲中产阶级的生活。我想爱有好的眠床、花园的长条椅，甲好灶骹的气味。嘛爱册房、薰草甲旧册。少年的时，我愿意看无神学，但我知，迄是优雅搁神奇的学科。伊甲计量达地米无关，嘛甲用无停的战争宣告胜利甲背叛，即种下刻的世界历史无关。伊关心处理的是内心所爱的物件，尊严甲解脱，天使甲胜利。像我即款人，若住这厝，做牧师毋知会偌好呢？尤其是像我即款人，我敢无下迄款人，穿乌色法袍行伫园里，对内遐家做温柔的照顾，甚至是精神上的甲形式上的嘛好，安慰庄年尾死的人，读拉丁文的册，亲切吩咐煮饭的。礼拜日行石板路去教堂，头壳底想好尾讲的道理。歹天的时，我兄一个火，有时就靠伫火青色也是蓝色太绿的火炉，搁有时就行到窗仔边，看天气海头。毋过，若好天，我会直接伫园里行，修剪葡萄藤，搁甲绑伫架仔。也是徛伫开开的窗仔前，看迄远山由铺乌转变成玫瑰色。哦，我会满满爱心看逐个经过我恬静的厝的浪子，我会真情目送伊离开，祝福伊，呵乐伊，因为伊选一条比我的较好的路，因为伊是真实、忠实的地球过客甲朝圣者。毋是像我安尼伫底搬眼神甲主，可能我会是迄款的牧师，毋过我嘛可能是别款的。伫郁闷的册房，啉到葡萄酒过暗暝，甲一清的往魔相拍，也是因为甲来我遮忏悔的少年查某犯着暧昧，造成良心不安、罪恶感，自然的为恶梦着行册内。也是我会甲花园青色的外门锁咧，毋管教堂洗课堂底饲门铃。搁我无顾我伫教堂的职位，也是我伫世界的地位。我会倒伫碰意不分，干打面单，面单甲暗时毋烫衫，早时毋起床。简单讲，我袂真诶做住即间厝的牧师。我指的是漂游不定、无厝的浪子，甲搭的我共款。我永远袂是牧师，毋过有可能是粗野的神学者，有时是美食家，有时面单甲毋是款，四面泉州干仔，较常嘛是水查某。有时是诗人，是小厂仔，有时想厝、操烦。散甲心底疼，所以对我拢共款。毋管我是伫内底，也是伫外口看迄青色的门，迄葡萄架，迄可爱的牧师公馆。毋管我是为家路欣赏地看传教士大的厝窗，也是我为窗仔欣赏地看遐的浪子。我做牧师，也是做家路的游民，这对生命有啥无共？对我拢相共，除了一寡较深入的代志，我感觉我的生命在震动，伫我的指，伫我的骹底，伫我的情欲，也是我的食苦。我爱我的灵魂是流浪的物件，会当变化百种的形式。我爱会当望着家己是牧师甲浪子，主食查某甲凶手，囡仔甲活物仔。尤其是鸟仔甲树仔，这真需要。我爱安尼，
安尼我才会当继续活。若啥物时阵我无遮个可能，搁互所谓个现实掠着，我情愿死。我靠伫喷泉台，为即间牧师公馆，我上佮意伊个青色外门，背景是尖塔。有可能我甲门画了比伊实际搁较青，嘛甲尖塔画了比伊实际搁较悬。无要紧，要紧的是有15分钟，即间厝是我的。有一天，我会想起即间牧师公馆，感觉是伫底想厝。虽望我干焦徛伫外口看伊，虽望我毋捌任何住遮的人，伊会互我想厝，敢若这就是真正的我的厝，是一个我细汉住过的真欢喜的所在。因为伫遮有15分钟，我是囡仔，我真欢喜。